咩標籤咩都冇所謂，冇乜所謂嘅。咁但係佢哋一早已經將我哋開除咗泛民。係啊，所以佢哋都好尷尬嘅。當初講嗰個所謂24隻，咁包唔包我哋咧？而家唔使包都得㗎啦。佢唔話係喎，26啫喎，而家係咪？ 28、27，哦，減咗3個，唔係仲有長毛咧？長毛都被劃除㗎，踢埋長毛被劃除㗎，踢埋長毛仲有23個。有時包㗎。我覺得咧，有時包就睇包，佢中意包係。嗱，仲有成日強調呢個關鍵24席咧，個意義不大㗎啦，因為所謂1/3，即係 keep 住個1/3嘅少數，關鍵少數咧，個目的係咩咧？就係政改方案嘅否決權啊。咁2010年民主黨已經將呢個否決權相送咗俾共產黨啦，係咪？咁有乜嘢仲可以用呢一個1/3有效嘅咧？就譬如要踢我哋出去，要立法會2/3多數通過，係咪？咁你就可以搞掂我哋啦，係咪？即係你明唔明？呢個就唯一係可以嘅啫。咁如果你政改，大佬冇意思嘅嗰個已經係嘛？咁你話23條半數就得㗎啦，係咪？所以我覺得呢個關鍵少數咧係即係肥佬黎啊同呢個即係民主黨即係做出嚟嘅偽題救急啊，即係愛嚟用嘅啫，係咪？咁但係你睇清楚，即係嗰個撕開個面紗，呢個係 shit 嚟嘅 ，OK？ 即係我覺得偽議題。自己定位咧就嗱，我哋咪係呢個進步民主派係咯，係其實我哋喺立法會咧就係反對派。係咁呢個肯定啦。但頭先尾我都講得好清楚嘅。而擴闊政治光譜都唔單單只講緊人民力量嘅，其實譬如好似今次新民主同盟當選啦，佢哋講好多本土議題嘅，其實甚至新成立嘅工黨啦嚇，即係雖然有啲舊嘅議員啦，咁佢哋當然如果稱得住工黨，當然係關心更加多嘅功能嘅議題啦。咁呢啲都有佢哋有幾個議員，而且有新議員當選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政治光譜擴闊唔單單指人民力量，而講其他。而大部分呢一啲議員都係反對2010年政改方案。即係我想講，尤其是以新界東為例咧，劉慧卿呢個民主黨副主席做咗咁多屆嘅議員，竟然可以低票過即係陳志全人民力量嘅陳志全呢個新人咧，呢個你應該係問翻佢自己點樣去深切反省。而鄭家富一個離開民主黨嘅議員，佢支持范國威，支持張超雄，支持我，而我哋亦都係可以入到去立法會裏邊，而反而民主黨嘅黃成智、蔡耀昌係低，即係佢哋係落選。呢個係新界東嘅選話俾佢哋聽，你一定要交代翻政改方案，因為劉慧卿佢好叻㗎嘛，實9月9號等選民話俾我哋知，係究竟係支持定唔支持呢個2010政改方案。咁而家就係話咗俾你知咯，咁你應該去問翻佢哋。我覺得最好嘅民主派嘅再畫一條線，重新去畫過呢個版圖咧，由新界東開始就係支持政改定係反政改。新界同埋即係你頭先講到即係好嘅政改啊，或者係即係政治光譜啦，咁即係長遠都要諗下我哋，即係喺他日啦，即係人民力量再擴張嘅時候咧，可能有啲時候要妥協嘅。你哋願唔願意喺某啲議題上，或者係取態或者手法上去妥協咧？嗱，我哋有一啲基本嘅立場咧，係會妥協嘅。係啦，譬如對嗰個民主啦，係咪？即係對弱勢族群啦、基層啦呢啲有啲基本嘅立場，我哋係一定冇得妥協㗎啦，係咪？咁另外就係對呢個港共政權咧，我哋係唔承認即係呢個港共政權嘅。OK，所以我哋呢個反對派咧，即係喺政治上面同呢個政府咧係冇任何妥協嘅空間。但係民生嘅議題，即係有即係對民眾有即係福祉係有利嘅嗰啲政策咧，我哋可以同佢溝通嘅。OK， 譬如生果金，即係你妥協啲議題好簡單啫嘛。上一次關於呢一個嘅國民教育投票，有個嘅修訂就係關於將6·4擺埋喺裏面。咁我喐就提棄權，我覺得頭冇意思，我就行咗出去，都俾啲報紙扭曲，話我贊成啦，係嘛？咁所以即係你某啲嘢妥協。有啲情況下唔係反達原則，我哋要做。冇錯。但係你有啲嘅傳媒想扭曲抹黑，乜都白都變黑啦，真係。唔係嗱，我想講啦，其實我哋對呢個國民教育嗰個立場咧，我諗冇一個政治組織比我哋更清晰。你上網睇，我哋擺咗幾條片喺度，我哋係由頭至尾要求撤銷國民教育課，無論你加咩人權法治咩元素入去。我哋都係反對嘅，因為我唔可以俾你打開個缺口。香港唔需要有所謂 national education，OK？ 公民教育就得，呢個係我哋基本立場好清楚噶嘛，係咪？你民主黨、公民黨都係贊成公民教育咁啊，國民教育咁啊，大哥係咪？不過我哋加啲人權、法治喺6·4擺得落去咁，你都係俾佢打開個缺口噶嘛。我係香港人啊，
香港唔需要即係親中國共產黨嘅國情教育嘅，呢個好清晰嘅，係嘛？咁但係你明報你又扭曲啊！嗱，呢啲契弟啊，唔投票啊，棄權啊，係咪？係。想問下藍啲咧，為咗自己高票當選，到而家呢一刻個心情係點？心情有個問題嘅就係想知道，即係其實相比起你嘅黨友，譬如大牛啊、毓民，其實你都係相對溫和嘅。入咗議會之後會唔會？唔係㗎，所謂溫和所謂溫和定係激進係個相對嘅問題，即係我覺得我乖咗好耐，即係一個乖學生攞操行獎，但係面對一個唔講道理嘅政府，面對一班保皇黨一個扭曲咗嘅制度咧，係佛都有火嘅，即係我係和尚嚟嘅，但係即係除咗咧做觀音都要做金剛咧，即係攞條棍去扮佢嘅啫。咁你可以未來嘅日子睇下，即係我嘅表現係點樣啦嚇。我成日講，如果寫封投訴信打個電話可以解決嘅問題咧，就冇人要上街嘅。如果上街可以解決，就冇人要絕食，冇人要罷課。就係而家係逼出嚟，香港人係退無可退嚇。路線就係積極嘅議會內外抗爭路線啦嚇，燃燒自己嘅生命時間都在所不惜。你嘅心情？心情當然開心，尤其是係高票嘅劉慧卿咧，呢個係即係我哋嘅支持者係非常，因為你知次次選舉論壇其實唔止選舉論壇，我係由民主黨去變節轉軚之後，我逢親有場合係追住何俊仁、追住劉慧卿去問佢呢個問題，佢哋從來都冇好正經答，直至去到選舉論壇，我問劉慧卿，佢都係答非所問，係答咗第啲咩？多謝政府幫我寄咩 email 寄咩落去。咁而家今日開票就係最好嘅證明。點解你嗰個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轉軚嘅立場係會得到咁少嘅選票？係少過一個完全冇政治經驗、完全冇議會經驗嘅新人呢？你哋我真係好希望各位記者係見到劉慧卿去問一問佢，睇下佢即係可以有咩説話講啊！我已經送咗呢個高蓋奶粉俾佢噶啦，即係要補一補佢，係留翻啲手腳係死雞撐飯蓋嘅啫。我都想聽下佢可以點撐，去到今時今日嚇。咁當然前線同劉慧卿嘅恩怨情仇呢度我唔詳細講。如果你有機會同我做個專訪，話俾你知啊，即係亦都係一件，我覺得我係完成咗一個歷史任務。我報名嗰剎那就係代表前線向新界東嘅選民道歉，因為我出咗個劉慧卿2008年用2012雙普選呢個政綱去啲選民嘅選票，即係前線可能都要承擔呢個政治道德嘅責任。咁但係今次嘅選舉選民就係用選票話咗俾大家聽，佢究竟我哋嘅立場同劉慧卿民主黨嘅立場喺新界東嚟講啦，我只可以講係邊個多選民認同一啲。咁我覺得以我哋冇地區裝腳冇政治經驗可以攞到呢個成績係已經係即係好開心咯。好，有冇謝晒？好。我哋今日謝票嘅，我做嘅嚇，你讚賞下我啦。